林古坑乡公所开放游泳池，防免费收水，会一直开放到8月底。 本林古坑乡立游泳池开放民众免钱使用，虽然是免钱的，不过这环境后来算做囡仔算甲真欢喜。你们今天来泳池，你觉得泳池干净吗？干净。那你觉得你使用体验好吗？好。阮这无哩分古坑乡还是外围的。 来一律拢免钱。为着确保泳池水的安全，救生员逐工伫勤的时，拢会检测泳池的酸碱度，阁有随时监视泳池的人员状况。另外，为着提升卫生的游泳空间，嘛会定时来清理。一礼拜吼，差不多拢换一届，水若流啊，若开着，阮拢清啊。 古坑乡立游泳池免钱开放到8月31，全国的乡亲拢会当免钱来使用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